信息分享，亚洲高安迪的，亚洲高安迪的，安香港老师。上帝，阮尽人为你的认真，主愿你来接纳阮的心，帮助生活教会，真做有才调因光上帝的名的教会。互阮谦卑顺服上帝的带领，做使阮交代伫上帝你的手头，人生的路站，主愿交代互你。站站虽然难过，总是站站有上帝的帮助。互阮生命中间充满喜乐甲艺术。对上帝来决定，互阮度过一切挑战甲引诱。主愿你祝福帮赞，大大细细每一个人，拢称做是基督的精兵，互阮毋是即个世间人所看的迄款外表的人。阮伫阮的心灵伫内在的生命中间，是互圣神所大充满的人。主愿你来帮助阮，互阮所看到上帝的奥妙的时，阮知影家己爱徛伫倒一边，阮是应该照上帝的心意。来做上帝的事的人，主愿你来帮助阮，生活教会交代伫你的手头，阮愿意一世人跟对耶稣的脚步，阮的祈祷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咱哋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我最近陪阮查某囝看真侪卡通，我后来发现人也要快乐爱做囡仔，因为卡通吼足趣味。前几工陪去看一出可爱的电影吼。可爱讲话呢，后晚去看电影叫做《彼得兔》吼，看了笑嗨嗨。阮连续讲3工彼得兔的故事啦。兄弟姊妹，人爱亲像囡仔，较有法度伫上帝国度；人嘛爱亲像囡仔，较袂遐尔啊烦恼、超凡伫咱的生命生活中间。所以呢，做事咱需要看明白，这个世间你需要啥物？你需要快乐，你需要幸福。你嘛需要经济顾念，你嘛需要朋友，而且更较重要的是，你爱有永远的愿望。做一人毋知影啥物是永远的愿望，做一人毋知，因为伫咱过去传统的宗教内底，咱无一款的教导。咱来看我咧向咱看的一张图片，即张咱捌看过无？你捌第4代捌看过无？即出电影捌看过无？捌无？即出电影叫做《无间道》啊，倒边甲正边吼，两边的人拢是男主角，伊两个男主角，一个是刘德华演的，哦做引导的吼，一个是梁朝伟演的，嘛做引导。总是一个人做警察，一个人做黑道，总是入黑道即个人，伊的身正到身是警察，做警察即个人，伊正到身是黑道，所以两边都是卧底啦。做是我咧甲咱讲的。毋是伊的剧情，我要讲的是这3字叫做无间道。你敢知这3字啥物意思？你若有其他宗教的朋友可能会了解，这3字足严重的吼。这3字伊咧讲的，伊佛教内底朋友咧讲的叫做迄个永远的痛苦。无间是一款足恐怖的所在，时间、空间、平凡，甲人女拢共款。迄款永远无法度解脱，两个人互相对头搭到尾，因世界无尽的状态，那个叫无间地狱。所以兄弟姊妹，这出电影虽然拢无恐怖的部分哦，总是伊一开始，伊一起头，故事一起头的时间是11月28号开始演电影，总是故事到一半的时阵，其中的一个主角死去的时阵是11月27号。差一天呢，表示安啊，因规出的电影要甲咱讲，因宗教观念内底无永远的救赎，敢若永远的对决、批评、互相的斗争。所以兄弟姊妹，就算讲不断的轮回，不断伫遐咧受刑罚，嘛无有一天会使解脱，这叫做无间地狱。所以咱伫遮爱知影，伫其他的宗教内底无救赎。
咱来看后面一张吼，这张是我足介意的吼，这足古锥的吼，我看恁孙仔可能嘛有咧看吼，这叫做哆啦 A 梦小叮当啊，伊对足久以前就开始演啦吼，啊总是伊有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嘛足感动人的，就是有一天，这个小叮当呢，哆啦 A 梦陪这个大雄，逐工陪伊，总是大雄渐渐大汉了，有一天老倒伫白床顶头。伊考讲即个小叮当讲，你好转去你未来世界吼，因为你陪我一世人会使。即个小叮当呢，足趣味哦。小叮当一世人用2000多款的道具来斗相共，总是即个大雄吼，嘛是安尼，好像扶不起的阿斗一样。来，这个小叮当最后告我登去未来的世界，你这个剧本的结局的剧本里面，他不是，他坐了时光机，又回到大雄的小时候。来跟大雄说：“你好，我是从未来世界来的机器猫小叮当，我来帮助你。”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很感动。就是无顺便甲恁讲的，不是要讲这两个故事。小叮当用2000多款的道具咧帮助伊，这个男主角总是嘛是共款啊。咱爱需要来看圣经内底有2节的经文吼，你需要去看到。第一节马可福音书16章。第6节到第7节，这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结束的救赎的故事。伊讲啥物？伊讲，迄个少年人对因讲：“免惊，我知你毋得找互人定时给拿撒勒人耶稣已经国外无伫遮来看肯伊的所在，恁去甲伊的门徒甲彼得讲，伊比恁先去加利利。”伫遐，恁会见到伊，拄叫伊甲恁讲，兄弟姊妹，伊耶稣国外了后，伊会转去加利利，所以当伊搁献开马可福音书第1章第16节的时阵，你看哦，伊讲啥物？耶稣对加利利的河边经过时，看到西门甲伊的小弟安德烈伫河里底拍网，因为因是掠鱼的。耶稣对因讲：“来缀我，我要互恁得到人，亲像掠鱼的得到鱼。”所以耶稣搁一届转去加利利，呼召伊的门徒。这个故事对马可福音的版本来讲是永远的救赎。所以咱连续看3个永远无结束的故事，请你理解，上帝有永远的疼，永远伫遐咧等。所以不管你拄着偌大的困难，回到原点，上帝还在那边等待。所以上帝用足侪伊应该爱付出的代价来救赎咱。所以你毋是一个做普通的人吼，请你会记得，上帝用足大的代价来你救赎。哥林多前书第7章23节讲，恁是用代价所赎回的，所以毋通做人的奴隶。所以兄弟姊妹，你要知吼，你的人生得来不易。你有才了祈祷无遐简单呢？你有才了用你的心真清气来祈祷，迄是一件足不容易的事呢。你毋信，你家己去体验看卖啊？那请你来祈祷，你头壳是咧想啥物呢？你咧想讲，等下暗时是毋是迄块猪肉还是退冰？是毋是我还阁洗一个？我的洗衫机内底衫毋知会拍？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真正要祈祷的时阵，还是别人咧祈祷的时阵，你头壳想的毋是祈祷的代志。所以我要甲咱讲，无简单。伊过去我嘛是啊，但是当我拄着上帝了后，我发现我有在着祈祷。所以足简单的祈祷，你听起来足简单，但实际上你的心灵咧正到你祈祷出困难。所以上帝用足大的代价，互咱注意，对祈祷做开始。有一届吼，我去看医生的时阵吼，拄坐伫迄个诊疗椅上面，医生拄叫我喙开，开始咧看喙齿啊吼，我就鼻孔去偷听着，坐伫外口的2个阿姆啊，伊咧讲因囝，因讲因囝吼，为着因迄只狗仔吼，付出真大的代价。狗仔付出啥物款的代价，我就感觉足趣味哦，听伊咧讲。伊讲因囝吼，对细汉就饲一只狗仔，可是即个狗仔吼，老啊，破病啊，带去看医生吼，医生来讲吼，即严重，即只狗仔严重爱带院，爱送死，吼，严重带院送死。恁囝讲好啊好啊，安尼吼，先带一只观察看卖啊，一带就带1礼拜。
一礼拜吼要出院的时阵，医生也讲吼，安尼6000块啦，6000吼。但是若无较好，爱搁转。我因囝就把因家的狗仔来带转，真正过2工无较好啊。搁带去狗仔病院的时阵，医生也讲，即摆搁较严重，爱送血。迄个血毋是普通的人的血，迄狗仔血，所以爱对中心大学来调。啊，然后医生就来急救哦，啊，来开做一个时间来急救，嘛是带2礼拜，即摆开较济，开35000块。总是最后医生也讲，歹势我尽力了吼，所以即只狗仔最后全等于上帝遐啦。但是因囝做特别咯，为着要互伊只个狗仔吼，后面的事真正较请伊来款吼，伊就请人来伪装啊，买一个茶的棺木架，然后吼因兜翁仔是大理石的，最后一个正面的塔位吼，总共开65000块啦。所以算算起来，对这个狗仔开始流破病，甲伊最后迄条路行煞，总共开伊103000块。因讲因囝吼，对即只狗仔做疼惜的。今日姊妹，我今仔遮讲哇，啊，真正无简单的，做趣味的，但是我煞袂记咧，我家己咧看水体嘛，毋知影头壳疼。今日姊妹，咱知影无？当人咧疼另外一款物件的时阵，伊会付出足大的。但是当上帝咧疼人的时阵，伊付出的是伊的囝的性命啦。所以你会使知影讲，那个爱吼不得了。所以当咱会使去理解这个时阵，无需要邀请另外一个角度进来看你家己。耶稣对4人中狗仔了后，伊3工了后，4人中狗仔，伊主要是要起做一个属灵的圣殿。这个圣殿伫将来日子会因为战争毁坏，所以上帝用伊的身躯。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成做圣殿，然后咱每一个人其实军队耶稣基督徒，伊的身躯嘛应该是圣殿。圣殿内底有圣神，圣殿内底有最上帝恩光。所以当你信仰内底有上帝光的时阵，你本身就会发光。你会使互最人有快乐。虽然你无做啥物，总是你为伊祈祷，也是听伊讲话，也是甲伊分享的时阵，伊会得到帮助。他会得到帮助，这帮助哪里来的？你里面内面里面的吼，那个人本身是充满荣耀的。所以像你姊妹，你将咱爱是了解，你无简单哦。等你洗礼了后，请你会晓去了这项我书所甲你讲的，你们本身有神的荣耀在生命上面。所以咱来注意，如果你是圣殿，我要来你问，圣殿内底要做啥物？第一项，请你会记。祈祷，我伫咱的周报顶头嘛，甲你写祈祷。圣殿内底是祈祷的所在，所以当你祈祷的时阵，伫属灵的世界内底，你是亲像徛伫火的中间。你徛伫火的中间的时阵，所有的黑暗、所有的邪无法度挖滚你。所以你要先了解这项事。第二项，圣殿内底爱做啥物？第二项叫做奉献。这个奉献毋是金钱，这个奉献是你的态度，你的服侍的态度，甲你的时间的有用，以及你经济顶头的有用。所以奉献本身是一款顺服的信仰。当你会晓顺服上帝教导的时阵，你本身就是咧奉献。然后因为安尼，你的信仰有开啦，有根基的信仰是从奉献开始。所以第三项，我要甲咱讲。圣殿内底你需要做啥物？如果你是圣殿，这个信仰内底爱做啥物？第三项叫做敬拜，因为过去的天赛1/3的天赛，军队撒旦，因为敬拜上帝啊，伊感觉敬拜上帝无需要，伊要敬拜伊家己。所以伫天堂，伫上帝国度内底有1/3的天赛来反背上帝。咱基督徒需要去补足这1/3的敬拜。所以咱伫各所在每一间的教会，伫主耶稣国我爱你，就是礼拜日会使去，咱拢有敬拜，咱要补足这个欠缺，互天地的敬拜完全。所以兄弟姊妹，你爱理解，你本身无简单，所以你爱用这3款去起着你的信仰，叫做祈祷、奉献、甲敬拜。这3款是足重要。所以圣殿本身要清气，就是靠这3款的行动。当你有这款3款的行动的时阵，这个邪无法度对你有啥物款的影响，所以奥古斯丁吼，伊伫一本足古早的书叫做《幸福生活》内底讲着一段话吼，我来读恁慢慢来听。伊讲啥物？伊讲
外来的邪灵侵入了灵魂，扰乱了感官，把污秽带入人的体内。负责为人将此污灵赶出体外的人，会为其副手或驱魔，以上帝的名命令驱赶。耶稣要甲咱教第7款的祈祷，伫主祷文内底，甲咱特别强调，咱爱脱离迄个歹。这个歹，唔是医生有法度治疗，这个歹唔是道德，这个歹是邪恶，唔是这个世界。我要讲一解，虽然即摆21世纪了，总是你心中爱做清楚。耶稣要甲你教第1届祈祷叫做阮伫天里的家。第1个祈祷到第7个祈祷叫做脱离迄个歹，表示有神鬼，总是即个鬼毋是咱电影所看到迄款，因为实际上的鬼是无气力，伊无生命，伊需要附伫人的身躯顶来完成伊想要做的代志，所以咱需要做基督徒爱了解这个事。请你认为你的周报，我会伫周报中间有同咱做一个几啊点的说明。邪恶本身是累积，请你理解，邪恶本身是累积，邪恶是累积的，所以你本身若是因为无发觉，你本身累积这项物件的时阵，你真容易愈来愈偏差，伫灵性顶头歪窜去，所以你的祈祷无气力。所以当你拄着邪恶的代志、邪恶的灵的时阵，你想袂过，因你嘛分袂出来。而且你会感觉较斗阵真爽快，所以兄弟姊妹，人本身的灵魂是一个空间哦。如果你若无圣神充满，你就爱注意，因为圣神会保护你，互你莫低到互邪恶来吞噬。第二项，咱需要注意，空间本身会互邪恶来污染，所以咱每一届除5上了后，拢爱做一个圣别的礼拜。咱爱做个圣别礼拜无？如果咱除5上了后，要做一个圣别礼拜，有然后你如果初代信主的人，咱将遐5上人请来了后，咱爱挂是一个去，然后伫遐做一个清气的祈祷，迄是啥物？迄是咧清气空间。空间本身，你若无了解迄个物件时阵，你会感觉何必做这？咱已经是现代人啊！这就换一个装潢，换一个布置就好。我同你讲无遐简单，你目睭看袂到的世界，超过你所想象。所以，请你会记得，无主甲你讲啥物物件毋好挂，帮迄个啥物物件爱摕掉，请你注意听，因为迄个本身毋是简单的你。所有的世界，伫迄个世界内底是通过意念、通过想法咧互相沟通的。所以，当你房间内底若无含圣经教导的物件时阵，请你摕掉，因为伊会通过迄个物件一步一步，互你渐渐对上帝无兴趣。对上帝无感觉，但是对迄个社会的代志渐渐有兴趣。包括你听音乐，包括你看物件，所以兄弟姊妹这样了解。有一摆，我目睭开开，伫咧写册念的时阵，我来试看卖啊，啥物叫做辨别主义？你若看圣经内底，圣神充满了后的人，有一款的特别的灵感，就是伊会知影讲，即个空间是清气也无清气，即个物件是清气也无清气，都是迄个状态需要去解说，就是讲。后来我去试验时阵，我目睭开开安尼洗，我发现有一个所在我特别无爽快，我咧摇即区的物件，一直有问题。目睭就 TV 果然我看到啊，五行、邪术的、算命的，所有遐看风水的册拢看到。但是我即就毋知伊去遐，我是照我的感觉去试看卖啊，可见上帝讨厌遐物件。如果咱信仰中间有信心，你会知影，啥物所在通好去。这个所在唔通好。我伫国实咧募会时阵，我有一个技术，伊做处理吼，伊心理有做吼，后来对台北个所在跑去山顶，伊就免伫遐退休啦。总是退休咱知影吼，退休你若无想你做艰苦对无？伊后来想的吼，伊就想要去卖迄个王来酥。有一段时间吼，咱中国的朋友来做济嘛吼，大家来拢会带一寡王来酥啦，一寡蚵仔个当咧下食安尼啦。伊就想要去卖啦，伊想的啥物所在，中国的游客上济，你知有伫咱岛？中台禅寺，伊就参伊太太两个人，我知影啥赛啦，
就去迄个所在，要甲人讲咧，要人做打位，基督徒要去总台才是袂往来所安尼啦。我嘛无人讲好啊，毋好啦，吼，我讲去看歹仔咧啦吼。结果伊车门一开吼，伊行落了后，伊讲伊头壳讲甲爬袂起来，伊讲某记得来走吼，迄车门关，迄个发财家出也就出去了，头也不回，他就再也不敢再去那个地方。为什么？他不舒服。那个地方跟他里面的这个生命状态不同，所以你经为单爱情了解这来说，一寡代志都嘛你了解，你爱清澈。咱基督徒是咧看表面，咱基督徒是咧看内面伊一个心的。所以有一届阮的新华医一个做听阮的老师，伊嘛做特别吼，叫刘景昌牧师，伊讲伊咧牧会时阵有一个例，迄个例吼，互伊做大影响甲刺激，就是。有一届伊个兄弟姊妹去探访一个病院的病人，总是这个病院的病人呢，你看伊这顶落咧讲话时阵吼，查某人总是出查甫声啦吼。啊，然后迄内容吼，做特别来讲吼，你这来做顶落，我看你内底耶稣干那安尼个，出查甫声，嘲笑他们的心。啊，因遮人全部拢惊着，的确真正因无全部去心中内底。最后要同咱讲，咱内底偌济困难，照使徒行传所记载嘛是共款。你虽然奉耶稣的名来做一寡代志，总是你本身内底若无耶稣的时候，你无材料做任何事。所以爱听我讲，来，我来第三项，请你。如果你开始发现有一寡状态对你本身是控制，请你爱注意，不管是人代志，还是无形的困难，只要讲到控制这个字。你就要注意，因为上帝国度无人去控制，神的国度是成全人、祝福人，把他的儿子的生命送给各位人。可是撒旦的不是，他要把你的拿走，而且控制你，让你永世不得超生，让你永远服侍这个恶魔。你要了解查做主的。所以等你发现有控制这能力出现的时阵，不管你是啥人吼，你要背起他咯，你唔当听伊的，因为他不爱你啊。这个东西不爱你，这个事情不爱你，嘿，唔对啦！真正的爱会让你的生命更怎么样？更多的成长。邪恶会让你生命萎缩，会让你萎缩，然后会让你退化，让你好像活得不精彩，会觉得很沮丧。所以咱来知影，这最重要。所以第撒旦的角度内底，伊无先全无自由，咱来知影。第四项，咱来去分一项。这项请你会记得，你今日有听到这项最重要。写恶的物件，写神和精神病无共款。写神负心的人本身有写哦，所以你若挖骨力的时阵，你会知影讲不舒服。那个不舒服让你鸡皮疙瘩都起来，毛骨悚然，你知道那个不正确。可是精神啊、欠安的兄弟姊妹哦，不会有这个感觉。伊需要休困，需要食药啊，需要受人关怀，无共款。你莫感觉讲，伊的动作乱七八糟，是不是嘛是靠着因的？无啦，靠着因的有邪恶的成分啊。而且呢，伊常常有法度，甲你讲，你昨昏做啥物，但你知呢？伊常常有法度，偷偷甲你讲，别人唔知的代志，那个都是邪恶。可是精神病患不会。就是我们的朋友，他如果在精神上面有欠安的，不要觉得沮丧，我们只要服药就好，那个跟属灵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咱希望加强了解，基督徒为什么要做上？请你看主格对1到6点，来第一点，请你点。你安怎从邪恶赶离开你的性命？第一点做重要，请你原谅别人。所有天主教的信徒，然后卡着要赶鬼要医病赶鬼这个过程内底，要祈祷的时阵，因发现一个强强的重心，做一个无共款的神父甲牧师拢安尼讲，重要的是啥物？重要的是告解比驱魔更重要。就是你知影你家己犯啥物罪，你愿意去原谅别人，嘛愿意原谅家己的时阵，告解会比驱魔更重要。因为当你原谅别人的时候，神也原谅。神的力量永远大于撒旦，所以你爱了解。教会内底有啥物常常咧讲合一，因为当咱正讲合一了后，无邪恶的代志伫咱中间有法度生根，不可能。所以诸多论内底讲，写俾我的辜负，亲像我有写咧辜我的人，我
我相信咱之前几啊礼拜之前所讲，就是这个重要的道理，下面是最重要的道理。所以第一项，第二项，请你会记得，你祈祷的时阵吼，你目睭看无，但是你若感受会到迄个温度吼，基本上你是徛伫个火中间，神的灵是烈火，所以当你站在神的灵的里面的时候，你是焚而不毁的象征。所以你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阵，这个相关的物件是要安怎挖苦你困难，做困难。所以义人的祈祷做有功效的，请你会记得做一个义人。上帝的灵甲你同在，这个社会代志无法度互你做唔对的判断，这个代志会发生。所以，请你会记得，成熟的基督徒的祷告是属灵的烈火。来第三项，你咧安怎离开社会，就是较困难的，因为撒旦迄款吼，拢做变乱，伊家己唔做，拢要摕安尼。所以，当你做不人来做礼拜的时阵吼，实际上你对伊影响少啦，无法度。所以，你若愈骨力，你愈服侍，愈骨力。刚刚来讲那个叫尾声哦，你越尾声在神的国度里面，他就越不能发现，因为你伫教会内底，伊看袂到你啊。你教会内底是待伫这个所在，伫这个所在咧服侍，外口的好使伊找袂到你，所以你要了解，你要怎安全，请你委身伫教会服侍内底。当你委身落了，你会发现遐社会念头无法度因为伊会渐渐无去，伊嘛做讨厌你来教会，所以当你来教会，安那胸坎白白，中气未顺，大概想着要来教会，就安尼感觉怪怪吼，迄对啦，迄镜头了对啦，啊若较困难，较困难来镜头就会好去，了解吼。我过去嘛是安尼，大概要做礼拜，9点半要做礼拜，我拢10点20到。10点40手上赢，坐后面第一排就走啊！我无咧做礼拜啦，我对我做礼拜足艰苦，但是呢，拄着上帝了无共款，我真爱做礼拜，因为迄个礼拜互我最舒服的。我觉得那个生命不断的在累加，所以我就发现有问题了。这个世界有一个很吊诡的现象，我那个不舒服哪里来的？迄个无爽快对倒，所以保罗先生咧讲，这个世界有一个王，这个王会了了咱的心智是真的。所以请你会记得，基督徒无遐简单做，你若要靠家己的气力无法度，你来靠上帝，所以你要直接了解。过来第5项，请你会记得，你爱100%注意上帝，唔通过度去注意撒旦咧做啥物代志。因为以暴制暴，最后自己也成为邪恶了。如果你若是要用撒旦的方法对抗撒旦，你也变成撒旦的人。你太过度注意那个邪恶的事情，反而自己的精神会出现问题。你应该是用甜、用爱来对抗邪恶。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责备钉他的兵丁了。然后他抵，伊个讲主啊，请你原谅伊呢，因为伊唔知伊咧做的是啥物代志。伊个伊原用下面。伊原问题，就是因为一旦伊用邪恶的对的方法的时阵，伊本身都毋是上帝的囝，伊只有活伫上帝听内底时阵，较有法度正刚对抗迄个邪恶的事。所以第5项，请你会记得，只有爱才能真正的、完全的释放邪恶的事情。所以这个很重要。来，第6个，第6项，请你会记得，如果邪恶代志出现的时阵，你用祈祷。你应该爱认伊到上帝面头前，这是耶稣的心。这样邪恶的东西，它本身要面对不是你，是神，他应该要对神做一个交代。你看了解，做基督徒一定爱了解这个事。因为我昨讲这，我伫青年主日的时阵，青年礼拜时我咧讲这，今日点点我就做礼拜，你有发现没？咱天无电。那是9点，差不多9点半才开始，所以每一届，若开始咧讲是正讲的事的时阵，可能发生足特别的事，做是伫上帝保护内面拢会多，咱每一届看下来比例。主上帝，我要认真讲你咧，互阮知的代志，就是咱每一个人，毋是靠肉体咧活，做基督徒爱靠灵性对抗迄个邪恶。真有最上帝你所拣选的灵魂，搁一摆转来到上帝的厝，互阮得到医治，互阮得到恢复，互阮搁一摆得到自由，
主愿你帮助神话教会有即款的管道，互阮伫上帝的精神中间开始有智慧，知影阮所对抗的毋是有晦气，阮所对抗的是即个世间掌握的即个魔，阮所对抗的是属灵的事。主愿你来帮助阮，通过祈祷、委身、敬拜，阮有才调对抗这个事。感谢你，因为你互阮听，阮有才调用听来解决一切的困扰。我的祈祷感谢我上课主耶稣基督的名。